我先向亲爱的父亲来发问安，问耶稣说向耶稣说问安。我是耶稣说的大师来到我的家，就是在这个教导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的时刻就是我们乃是有重复我以前教导过，现在听的怎么样了？我还是有重复以前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说要得获到这个道，你们要保守好。你们说得到这个圣灵，你们要保守好。你们今天的教导是第几课？今天的教导就是第8课。今天的我们的教导就是第8课。就是我们这个网络有点差，因为我有点东西要得安排下，你们都能看见吗？我们现在就在科摩罗这个国家，就能感觉到就是这个真正的上帝的重要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这位上帝的创造对他们就是不重要的这边的人民的不仅是这边的人，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犯罪，他们都在那个主义之下，都在搞淫乱的、拜偶像的。这个是令我们的忧伤的，这个情况就是令我们的难过。还有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不认识真的上帝。这个我已经讲过，还有我再讲过。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罪恶，就是这个出现在这个罪恶网络有点差问题就是出现了在这个在这个罪恶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就怎么可以说是那个人类就释放不了所以我在这方面，我一直要奉劝的如果是要知道正道，就是要坚持到底吧。因为看到那些人他们走错了路即使你都要想努力跟他们要知道这个正道。有些人他们都能接受你所教他们这个正道，但是他们就说不来到这个圣灵所赐给他看了，所以他都已经变信仰了，他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这不过是不想进去这个不要进去在他们的脑子里，不要想把这个要放在心里他们就想进去却进不来所以
就是有在阻挡他们的路，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阻挡又拆下来了。我今天再要重复要教导我今天这个教导这个讲道就是要对那些全世界，就是我们在不理睬这位上帝的是从什么说开始，为什么要我说的大世界的一量，他都要一直要说你们必须要回来。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要教你们要转向了。因为这个就叫做一辆，他要教人类要转向，还有教人类不要做那个一塌糊涂的事情，要转向到父亲呀、娃和呀，我亲爱的呀，我说。第一件事，我就是要慢慢的跟你们要解释。第一件事，我为什么要解释？就是我所传扬给你们是真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人一直在想着，为什么你要我说的大事一直要说，只有你有真的，除了你以外都是假的。这个问题都是到处都提过这个问题，有些大就是要盯着看了，但是他在那个脑子里在心里一直想，这个都导致假如说那些传福音的，就是那些传福音者，在多个国家呢在传这个道，就是都提过这个问题，还在马达加斯加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你们是真的，除了你们以外都是假的？在这面都是说这个道是真的，却他们有点犹豫这个情况我都看到就是没有一个人都能反对这个情况多数这边都能看得出来，就是没有人有抗拒或者是有反对，都是说你所说的都是对因为如果这个是这个是假的，可能你就是可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然后就是给你我解释。所以我必须要重复这个教导，就是那个法律有一种的说法，就是我们从开始要教吧，然后这个就教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一直要坚持说，这方面必须我教你们知道。那缘故就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位父亲的亚耶娃和亚乌说，他非常，因为他已经说过了，他的荣耀不要归给别的神。这个应该是这个我们先念下。所以为了这个，就是亚乌说的大事一了，依旧坚持说。必须要把这个真道要转过来。以赛亚书第18章第11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应能使我的民别显度的。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个的在这方面，就是这位父亲亚耶娃他说，你们要把他的名别写度的，就是要赞美，这个咱们应该要归给他，却要归给假神那里。所以他就不要接受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要念下在那个第9节那里，我为的名张起人怒，为我的松葬
向你容忍的，不将你剪除啊，就是为了叫你能长美能松长的，他就是要发现他对你想容忍的。他说你所做的是不对啊，所以啊，这边想说的就是你要转过来，因为你要把他的名字要归给要加深这个他说啊，要增赐人怒啊，就是这位上帝啊，就是增赐有人怒啊，因为就是啊，要我说的大使西家以利亚在给你们要教这个教导，这个就表示这位父亲也发他就增赐人怒啊。谁要先认识这位上帝啊？假如说我们有称呼他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要称呼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们为什么不要称呼那个中国的上帝啊？要法国的上帝啊？那个英国的上帝啊？我们为什么不要把这些要捋下来？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去求告这个犹太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啊？因为他对这个犹太人，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所说的话都是应验了。我们在这个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模糊的情况。我要必须要跳过去这个历史，为什么必须要这个就是必须要拿去那个以色列的上帝，不要拿去那个印度的上帝啊？这个就说明的就是除了这个亚亚法的道都是没有真的。就是我们在最后看到他说你们要看守这位以色列人的像看守牧羊一样，那我们就是要上亚伯拉罕的上帝教他是真的，他就宣布啊这样的啊启示啊，因为必须要放回他那里呢。除了他以外，就说没有办法。他说：“你们要把犹太人要放回到本地啊，他们别看上帝了，以后就要恢复在他们的地。”假如我们来念下这个，在耶利米书第31章啊。第10节，列国要听亚法的话，专要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一样。这边就是以色列的孩子们被赶上，他们被赶上到去列国。那我们就说出这个话题。等于说我们对这个在这个经文的，就是要强调，就是有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就是他们要回到本地的时候，就是要看守他们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说话的时候，这个话真的是被应验了。那就是那个美国人，他们是那个在那个这个世界的强国家，他们已经不算是个强国家，因为他们就是会要得到重赏。然后就是那个法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就是那个在北约的所有的强国家，像
目前就是以色列人就要想个办法，要打败这个国家，然后这个美国人已经要送给他们那个一条艘船的。因为就是那这些国家对以色列的都不高兴的，所以只有想个办法要打败他。因为在以色列的就是在对这个全世界就是要编织了一块石头，那这些性质的话都被应验了。所以我跟你讲，都在这个以色列的上帝，谁都是逃不走，因为他所说的话都被应验了。因为除了他以外，是那谁的上帝能应验了这样的话？只有亚伯拉罕的上帝啊。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的攻击他的王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放聚集的必受重伤。只要你要信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他在里面就是灵魂，所以你这个都。因为只要你要信亚伯拉罕的上帝，你就知道在你里面有灵魂，不是你像禽兽一样的，但是这个就给人力，这个就是从上帝那里。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的攻击他的王民。就是当代的以色列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的，就是他就像一个像聚集的攻击他的王民的，就是你们都看到这所有的国家，那个所有的周围的国家都被攻击了，就现在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就是以色列的就像就是红的嘴边，这模式也轮到犹大，那日我必使。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放聚集的必受重伤。这个写的很清楚，就是以色列的对那些所有的国家都当做一块重的石头来的，以色列人都在，而不还是美国人的。我就是把那个，我故意把那个网络搞崩了。这个就是对那个列国当做一块重的石头。现在就是那个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一直我想个办法，为了解决那个以色列的问题，就向那个伊朗那个阿拉伯国家那里说，你们不要攻打吧，因为情况就是这样吧，你们不需要发生冲突吧，就是我叫他们不要再发生这个冲突，
罪。那我们接着这个情况就是来告诉你们，这个全世界全世界都要听从他的话，要听从他的命令，却没有人能够知道，就是这个都是要上帝的到来，静的，就是我负责要教导你们这个正道。我们都一起能看得到，就是父亲耶和华所说的话，都这个全世界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为了这个都说，我们必须要听从那个亚伯兰的上帝，因为他有个来控制这个全世界。如果你不要跟随他的话，这个就是一种的反抗的。如果你能够要反对的话，就是你要去反对。这位上帝又说了，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中国人和俄罗斯要成了联盟，就是父亲也把所说的话都一定要应验了，所以都是你全世界都要听从这个圣经，却有人都想要做想要这个亚伯兰的上帝，却他们都就是没有拥有这个亚伯兰的上帝，只有他有人识他就有只带这个名字，就是父亲耶和华和耶和华，只有拥有这个名字才有人识他，因为只有他们不再犯罪，他们已经被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就在你们这个地球在那些在没有看不见的地方那里都是没有拥有这个亚伯兰的上帝除非是要跟随亚乌斯的大使以利亚，这个话是真实的。那我给你们就解释一下，我们凭什么要说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位上帝就这个至高的上帝就是那个全能的永远的上帝他就说过了，他就说他从前有跟着与亚伯拉罕同在，就是当代就是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就是谁都不认识他。这个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18章第1节都已经读过了。创世纪第18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吧。亚法在门里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先出来，那时是正热。亚伯拉罕坐在那个城门口。创世纪第18章第2节。他举目观看了，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那个城旁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夫妇在第3节说：“我主我在你的眼前蒙恩，就求你不要离开，不然往前去吧。让我拿点水来，你们洗脚，在树下歇息。第5节，我再拿一点的饼来，你们可以加点心粮，然后往前去吧。你们知道，不然这里来，理当如此吧。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那就说的就是这样的。然后从这边开始就是父亲耶和华就在向他就先现了，因为这边跟他说话的就是那个上帝天使在代表上帝因为根据那个上帝所说的，他就是要碰面了给那个父亲耶和华的设置。那就是我们要这个就来证明的，就是亚伯拉罕，因为按照那个天使是被父亲耶和华差遣来的，那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辩论的，因为这位上帝就是这个耶和华要与亚伯拉罕同在，因为都是在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们要说，我们就称呼他亚伯拉罕的上帝那这位亚伯拉罕，因为他死了，
全他的后代、他的后裔都跟着上帝啊，根据创世纪创世纪第15章应该是到第13节，这个就是父亲亚法的话对亚伯兰的话。创世纪就是第15章到第13节开始吧。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就是到第19节，亚法对亚伯兰说：“你要的去知道，你的后裔比居住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我要长发。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哪里出来？当你要想到所属的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别人埋葬了。这边就是说的你的后裔就是被要苦待，然后他们就被苦待到400年了。这个就是在那个埃及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亚伯兰的后裔被苦待。只有他的后裔才能到那个亚撒，然后到那个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儿女。那这个算清楚吧？这个道就是我们在那个摩西的五经上查考，所以我一直都说我们必须要借着那个摩西的五经才能看到这个，还有那个毛所提个这个因为只有他们有这个正道，还有我们有这个马所的这个的手上的。就是他们那个马说了，或者就是那个 script， 就在那个古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看到这2位啊，那我们再重复仔细看吧，就是这边有说的，就是他们要被苦待到400年了，然后他们就去哪里，在那个18节那里，当那日。亚法与亚伯兰立了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和直到伯拉，到后之地的，就是基尼人的、基尼斯人的、加摩尼人的、赫人的、比利斯人的、利法人的、亚摩利人的、迦南人的、各加桑人的、耶布斯人的之地，就是那个亚伯兰的后代能承受这些块地吧，就从那个就是在那个加拿大各加桑人的、耶布斯人的之地都是加拿大的。这个土地是非常大，这个面积是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要因为都是还有那个荷兰、比利时人的，但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这个加拿大因为在那个大那个周围就是荷兰的、比利时人的、利法人的、还有这个耶布斯人的之地，这一切都是在以色列的，是非常很大的土地啊。所以在就是借着这个就是谁要别苦待呀，别苦待。就是在那个亚伯兰就是在公元的2000年的，如果我们要把它要算出来的话，就是应该在公元的1800年的。我们就是不说是谁来研究因为这个就是在那个公元的，因为公元的就是要说生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要做一个先说。我们都已经2024年吧。亚伯兰的存在就是你要把它要加要1800，就是在那个公元3800年的亚伯兰就存在
就是亚伯拉存在，就是在公元3800年的，就是这位亚伯拉罕的，就是在那个公元1800，就是那个撒拉给他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约就是要在公元1800年的，就是在埃及别古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他们从那个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就是按照那个上帝所说的，我们来查考一下，因为我们来查考一下，他们就从那个埃及出来，如果有人在记得这个，就在哪里这个经文说是他们从那个埃及要出来，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第12章第51章，我们先要查考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第51节这个好这个你错了，这个快走难找到了。那稍等一下，这个是在哪里？正当那日，亚法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对了，这个就是那个创世纪第12章第51节，就正当那日，亚法将以色列人的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就是在以色列的就被古代就是按照根据那个亚伯拉罕的书卷上，就是摩西来写这个书卷，因为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道就在那个摩西的启示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在那个摩西的五经，这就是犹大人的以色列的书卷，就是亚伯拉罕的书卷，就是摩西的书卷。就是在第12章第47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要说这里若有外人聚集在你们中间，这个就是那个逾越节的规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的众人就这样的行了。正当那日，亚法将以色列的人按这个他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这个就很清楚就是在那个这个国家别古代400年了，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儿女，这个是这个倒是非常直接。那摩西就从这边要出来呢，摩西就是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孩子们，因为摩西就是把他们领出来，因为就是摩西亚伦要领他们出来。这位摩西他就是利未的后代，利未人的，但是利未的后代就是在那个。因为这位摩西就是这个寄送的，但摩西的存在就是在公元的1300我们就是说他就是摩西的存在就是在1500年的500年的，就是除了亚伯拉罕的摩西的，就是没有比他们先，因为只有摩西要把他们从那个埃及领出来的，因为根据犹大人的书卷，就是在那个公元1500为那个公元2000年的，所以为了能了解亚伯拉罕，就是没有任何人的国家
就是这真是一个国家有素质啊。说是他们有人是这个，你怎么要说，就是你在后面就是应该走到最面的才出现了，你就说要了解这个历史啊。或者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就在那个公元要2000年的公元1500年的历史啊，就是可以说是已经很老，已经很古老的。所以我跟你讲，只有他们要了解这个历史啊。因为就是我借着这个摩西就来称呼这个求告这位上帝说亚法，我们就借着这个希伯来的圣经来念下来查考一下，就在那个出埃及记就在希伯来语就是说撒母耳第15章。沙漠的第15章第二节，我在读的时候就是那个希伯来的圣经，我们要借着这个就看到那个上帝的真名，这个沙漠怎么写，就是就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什么 s。就是在希伯来语我们有说这个沙漠就是说是犹太人的圣经，在马达加斯的语言就是出埃及记，这边就是那个希伯来的翻译ele choix van veo ele hay abio from meu。然后这个就是要翻译出来的时候，用那个希伯来语来翻译的时候，就是也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舌头，也长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就是我因为这边就是那个英语，所以我用那个马达加斯的语言来翻译，就是我要因为这边的英语就是亚巴是我的力量，我的舌头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的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这个就是那个英语的翻译啊。第二就是那个在这个就是这个证明，就是在亚法是真实的亚法你什么亚法什么就是说。就是在那个翻译的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就是亚法是真实。大的名是亚法，就是亚法是一个真实，大的名是亚法因为了就是要借着这个就是父亲亚法就是亚法，因为摩西这样称呼就要在那个希伯来的什么十分多了，这个就那个希伯来的书卷，就这个在那个公元的1500年的，我们在那个摩西的五经能查得出来，这为那个希伯来的上帝就是那个以色列的上帝就是摩西认识了他，然后这位摩西就要宣布说，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他说他有宣布这个启示说，你应该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因为我想说的就是那个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我们在哪里呢寻找他，因为这个全世界都听从他，这个全世界都被他要控制，因为他连全世界都被他控制，你怎么要反对他？如果你要反对他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糊涂你真是糊涂。如果你想当糊涂的话呢，你就是会到被灭绝那里。那这位亚伯拉罕的这个摩西的上帝他是怎么说？因
为他们的上帝只有一位啊，因为他说你必须要听从以色列的行者，我们来念下这个经文，就是按照那个刚才那个圣经，这个是在这个经文是在哪？就在申梦记啊。我的媳妇儿都已经了解这个圣经，因为他就是在我的身边了。申梦记第15章、第18章，就是我们夫妻俩都是要出去要传福音的，因为就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来一份，他也要传福音，就是我们都要传这个福音，那这个是逻辑啊，他也能了解啊。生命记第15章、第18章。亚凡的神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一个星期一位的行者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河里上大会日子求亚法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亚法我的神的声音，不再叫我看见这个的话，免得我死亡。在第18节，我必须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祈求一位先知像，因为他们就从那个埃及要领出来的时候，要领他们到那个迦南地那里，然后就是有那个他们要那些个以色列的先知要率领他们，我就是在那个旷野，就在那个旷野中的时候，还有在那个迦南地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他。他又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要传给他，谁不听他吩咐的民所说的话，我必讨恕谁的罪。这个父亲亚法的话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有听从以色列的先知，这个是非常清楚啊。我们来就是要通过希伯来的圣经的来，这个是就是这个话是要讲他们是怎么解释，就在申梦记第18章，我们再重复要念下18章第15节，就是要说的就是第18章第15节，这个就是希伯来的圣经的那分析吧。稍等一下，我把它要放大一点。那个亚法那个还有什么写的就这样的。用英语要翻译的就是亚法，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对。因为他又接着这个英语就是这样说的，我在马达加斯的语言就是亚法，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就是在他们的中间，就在他们的兄弟中间，因为这个就是要说的就是弟兄，就是相互你，就是在我们的弟兄中间，就是你们要听从他，就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弟兄中间有给一个一位先知，这个不是在有别的先知，只在这个中国的先知，或者在印度的先知，或者在非洲的先知，就是要教他们要带他们，要率领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都在这个旷野所以所以他们要彼此要率领的，就是他们要彼此要率领，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因为这些以色列的就是要率领他们到以色列的地，就是迦南地我们就是我接着这个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就说过了，你们就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除了这个以外都不要听从谁，只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只有跟这个以色列的先知才能听从那在以色列的当中的最后的先知就是亚胡说。我想说，我对你们想说的就是说那个最后的在他们的当中的先知就是亚胡说，然后那些所有的先知都要宣布有启示，就是说父亲来发不叫他们有亵渎他的名字，但不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的，因为他已经说过了，我的名叫亚耶法，所以这个名字你都不能更改，或者他已经说过了，我的儿子就是我说这个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把它更改，并我说要禁住人的罪。我们来念下这个以赛亚，这个就是一条法律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名字不可以要更改，又或者要加深的，因为大家说这个时候的名字，就你不要把这个又改，按照你的意见了，要更改他的名字，因为他说这个时候的名字，这个大的先知已经说过了，他的名字不能要加给别的神，只要像亚耶娃要夫要把荣耀归给他。以赛亚第48章第11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应当使我的名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个父亲耶法说的是很明确的，因为他说你不管怎么样了，他不会把这个他的名字要归给假神，也不叫你要把他的名字要讲亵渎就是你们要把这个名字要改了，只有改了那个先知的话，所以你要向父亲耶法要调整。那问题就是出现了，大概那个以色列人就说过了，你要听从我的话，我的命令的，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命令的话，我就把你从这个地上要把你们赶出去我要把你们都赶散了。我们这个经文我们都看到在利未记第26章，应该是到第30节那里稍等一下。利未记第26章，应该是在第31节就利未记就是26章到31节，就是父亲耶法就是要把那些不听从他的命令，就把他们要拆掉，要毁坏了我们先念那个利未记26章第14节、第15节、第16节，然后我们就
调到那个第30句啊。对了，我们先到利未记第26章第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的命令，不遵循我的诫命，就是父亲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这个给以色列这个命令的，研究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别救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蒙当净化等等。然后我们跳到第31节，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终身所成为荒场。我又不闻你们的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常为荒到住在土地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父亲耶和华，我要把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我就是要用把刀要追赶你们，所以为了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儿女都被赶上了，被上在其他的国家，因为他是真正的上帝。如果你有决定要听他的话，就是要听从他的话，如果你要不想听着，他就是不要干涉他的事情。假如说有些人他们接着这个犹大人的圣经，却他们那是求告这个耶稣，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不把他们父子俩的名字要写上去啊，却他说，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我就要打你们，我惩罚你们。你们都看到他们以色列人都被他受惩罚，所以我给你们就是想要跟着这个这位上帝，因为你们要胡说的话，就是惹他愤怒，这你们所做的都是不对。就是这个书卷就是要诉说他们父子的历史，你们要接着他们的历史，然后你们说要上教堂，你们要求高是加深，你们所做的是太危险了。我跟你们已经讲过了，就是现在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以前给你们教关于我说，就现在我跟你们要教到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耶和华这位上帝，你们不要想大多，因为我奉劝你们要研究以色列的所要受到那个惩罚。因为有些人都说已经放回到他们的地，还有一些没有放回来，没有放回来的人还有很多，因为已经放回来都已经几百万的人口，有些没有放回都是已经的有800万的啊。因为父亲也发说我要把你们要坏了，然后就是以色列的人被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认识上帝，因为这位上帝就说我不听那些犯罪的恳求，因为你要准备，你要防备，他要把你赶出去。为了这个，就是以利亚就从起初，我给你们有解释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以色列的上帝，亚伯拉罕摩西的上帝，你想他不可要动。因为都是为了这些到以赛亚第15章。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声不能听见。等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就他所有的身体都是有犯罪呀，他的口都有犯罪呀，他有做什么都有犯罪，所以上帝都不听他们的恳求。
最为了这个，他都把以色列的儿女要赶出去。最你想带进做了多少次的犯罪？最上帝都借着这个经文就说：“我不定那些犯罪的祷告。”所以你一直都拿这个圣经，你为什么没有被赶上？你要想一想，因为你有所跟随呀，不是真的。却叫那个父亲也把叫到热愤怒啊，所以等到以利亚来所以啊，父亲也发的对你们愤怒，你们真的要受惩罚呢。上帝最愤怒的上帝啊，要轮到你们，因为你们都是你们是有犯罪，上帝却不听那个犯罪的祷告，就是按照我们那个以赛亚书刚刚读那个，你们所求告就是有求告加深，却希伯来书有父亲也发的名字，亚乌说的名字都在你们的手上了，在你们拿着在手上，这个已经是非常，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这个已经得到高潮，所以你们要被拆掉了，是很逻辑啊。因为你就是人类与这位敬爱上帝这位敬爱的父亲来把隔绝，然后就是有冒充了很多假上帝啊，然后就是你们要使用这个圣经，他们把耶和华和耶稣要写上去在那个圣经上面，就是这样发生，就是魔鬼来在现场，只要这个亚伯拉罕的摩西的上帝要离开的时候，魔鬼都来现场，他们把这个金牌被弄坏了。有些人都是难过要难过要做着极大的本数，有些都是在模仿，却他们所求告都是别的，都是假神，不是那个亚伯拉的上帝或者是摩西的上帝，真是假神。有些人这个都是要求告别的性质啊。我们在美国都看到这个情况是令我们难过。中国人有自己的上帝，那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上帝，那些阿拉伯有自己的上帝，美国人有自己的上帝，却都是要借着这个圣经，他们就借着这个圣经，然后就是说我都是在一块儿，就没有一个都有跟着这个亚伯拉的上帝，因为你们都是犯罪，然后就是你们在这个地球就说到个灾祸。都是魔鬼要趁着这个情况，就是你要出门的时候就要说脏话，然后都是要说，全世界的人都说必须要犯罪，只有在无说里面才能不再犯罪，只有跟着无说的大使以利亚才不犯罪，就在你们这个地球上，只有我们才能跟着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个上帝，就是摩西的上帝。你们就说凭这个就知道与你们同在是谁呀？因为最后的上帝，我们从这方面我们就要分开，因为以色列的最后的先知就是以赛亚乌说也说过了，不要再犯罪。这个是亚乌说的，说一段话就在这个他就那个最后的先知，他就说这段话不要再犯罪。这个只有在亚乌说才能碰过这事，因为亚乌说要跟随亚耶和华
亚耶娃又跟着与亚伯拉罕、摩西同在，还有跟以利亚同在，这个不会再永不分开。所以为了这个，以利亚就是一直要教你们要转向到这个亚伯兰的上帝。我们都有看到，在那个其他的国家那里有灾祸，在那里都有被着火了，在那个希腊国家都被着火了，在你们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都有很多灾祸，我都听到。像我刚刚听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美国就乌克兰，那就是那个美国人都在跟他们有联盟，然后他们都在苦这个城市，就是他们真的就他们有叫那个耶路斯要先出来，你们想要上面的灾祸，上面的祸，你们成了祸，因为他们如果要提前要出来的话，那这个是太恐怖了，因为就是还没有就是还没有那个时刻还没有到，就是你们不但你要有领他出来的时候，却你们有想他们有领出来。我就是打个空号，就那个乌克兰的，还有那个北约，他们真的是非常疯狂的，就是要叫那个俄罗斯人的要摸这个俄罗斯人的，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救火的野兽要攻击这个以色列的，就是俄罗斯，那个所有的全世界都要匍匐在他的地上，连那个美国人都要匍匐在俄罗斯的地上，所有的全世界的国王都要匍匐在他们的地上。所以那个乌克兰都是非常夸张了，因为你们就是没有看到那个以色列，你们所做在以色列哪里？因为你们都听从亚耶娃的命令，你们都看到他们不认识什么，所以有点非常尴尬的，就是说你们想把这个手要提前领出来，这个就是随便你们。如果你们想得到灾祸的话，就随便你们。我一直有教导，因为我想说的就是我刚才打个括号。因为这个情况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没有任何人都没有逃走，因为以色列的不再认识他的时候那就那些假神都要冒充出来，他们就是要求亚伯拉罕、亚撒、雅各的上帝，所以他们要做灵仪式，所以他们要叫这位上帝，所以他们一直要犯罪你都要跟他有调整的，我要奉劝你们都赶快转过来到亚乌刷，就是亚乌刷有以利亚有传扬的，他有下令的，你们不要再犯罪，这个是永不要释放了，你必须在亚乌刷里面受过洗礼，你才能要清除这个罪我祝你们要得到亚乌刷的祝福，又祝你们能回来到亚乌刷，赶快要拯救你的灵魂吧！你在盯着我的时候，赶快拯救你的灵魂，别说在跟着这个上帝别说是大家都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你所拜的都不是亚伯兰的上帝，是个假神，都是魔鬼所赐给你们，叫你不要跟着真亚伯兰的上帝。如果是你有亚伯兰的上帝跟着你，那就是你有求告亚耶娃就不再犯罪了。你们要听从先知的话吧，因为最后的先知就说不要再犯罪，然后他把所有的命令都要颁布出来。他说跟着我的，要跟所有的说就不再犯罪，然后你再来过来我这里要说洗礼吧，要说的话就说你要悔改。然后你从那个罪里面就出来，因为亚乌刷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我们先念这个经文的，他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亚乌刷。
我们要接着这个经文，就是说他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7章。这个是在哪里？对了，对。路加福音第7章，我们就从第12节开始吧，就是在路加福音第7章第12节，我们到第3章第4到第17节。这个就是那个百姓，就是一起说这个话。将近的城门有一个死人被他出来，这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的，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的。主看见的，这就是要说，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不要哭。”于是今天来按着这个坑，大人就镇住了。亚乌说：“少年人的，我吩咐你起来。”亚乌说的话是非常好听的。那四个人就坐起，并且说话，他就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又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时风声的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因为亚乌说要叫那个死人的复活，那就是那个众人的都惊奇说他是那个先知，所以这个就是说没有人和人拿反对说亚乌说不是先知，因为以色列人都能看得出来他是个先知。所以你们在英国人的，或者是在中国人或者在云南人那里说这个是假的，因为他们都是在他们的以色列的历史，然后那个众人都有要先去说他是个先知，先去说是他是个先知，因为亚乌说当这个先知，他就说这段话不要再犯罪了，因为你要犯罪的话，就是你要没有跟这个以色列的先知的上帝要同在，因为他说不要再犯罪，却你一直要犯罪，那你是怎么判呢？你是犯罪，你有跟谁？那这个就说回答就很清楚，你没有跟那个亚伯兰的上帝同在。那亚乌说没有我也不定的罪吧，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亚法所说的，就在约翰第8章第11节，就是亚乌说不要再犯罪，就是在救活的一段话，就是有说不要再犯罪所以你有想个办法叫你不再犯罪，恐怕你就被这个父亲亚法被拆掉，被灭绝了。因为这个灵魂就是要父亲亚法所赐给您的，就是我们就在那个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人要赐给人的灵，所以你要想一想，因为如果是即使他把那个人的灵要赐给你的，那你对这个是你应该怎么办呢？你还是要反对他，你还是敢向他，你要敢说我也跟着这位上帝同在，因为你所做的都是在反对他，在抗拒他。然后就是你说在那个
在那个就在那个啊，谁给你说的？当时我那个就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巴别塔在后面这位上帝就已经说过他的自己的名，因为这个巴别塔就在公元4000年的。因为你就是你都想要把那个真的名字又更改了，这都是魔鬼的意见了。要想害你还是要把这个意见留下来。我想要提这个问题，所以以利亚要把所有的人的要叫他们要转过来到亚耶瓦要定尊以色列的先知，就是要我说不要再犯罪，要我说说给这个成就，就是给这个全世界。因为你想要清除这个罪恶，你必须要说洗礼。所以你要赶快成就这个灵魂，你要转过来到呀！我说我的话就是到这里，我祝你们得到呀！我说的祝福，你们要转过来到所创造你的上帝，就是亚伯兰的上帝，他名叫亚耶瓦，他拆了他的儿子，他叫亚乌说，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亚乌说要祝福咱们。我有想打个括号，就是有人在说这位上帝是真的生了儿子吗？因为在希伯来，因为接着这个希伯来希伯的书卷，接着那个犹太的书卷就说他真的有生了儿子，但是他不像那个人类一样的，就是必须要娶老婆才能生了，因为他上帝要说话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刀就是他的儿子，这个都是以色列的先知要宣布这些话，你不能抗拒，因为这个就是亚伯兰的上帝宣布这个刀，所以你不能宣布。按照呢，根据那个话的，根据你要定尊以色列的先知，所以你要定尊以色列的先知吧。我们一起要我说祝福你，把有你们一起祷告。永远的荣耀归给你父亲亚耶瓦，以来你所差来的，我不停止要工作，要叫人类要转向你那里，尽帮助他们，尽拯救他们，为了难过转过来你那里，要听到这个道，你把他们的病要治好。要叫他们的思念要转过来你那里，亲爱的父亲亚耶瓦，亚乌说请答应我的祷告，这一切的话，请要保护，为了叫他们的思念，他们的脑子里能打开，就能明白这个真道，他们就知道这个教导就是永生的道。父亲亚耶瓦和亚乌说请答应我们的祷告，这个教导就是为了拯救他们。亲爱的父亚耶瓦，我希望有真的大范的圣灵，为了说服他们，为了大范的圣灵，为了打开他们的脑子里，为了能转过来你那里。我奉亚乌神的名字做了这个祷告。敬拯救他们亲爱的父啊，阿利路亚，阿门。我们就是到这里，我祝你们得到有时的祝福。我们星期五再见。